你可以同佢食餐飯，食完飯之後佢會俾條鎖匙你，你先上房，然後跟住佢就會上嚟喺你。電話呢頭嘅中間人講得相當直接，電話嗰頭嘅楊玉梅聽完只有一句回應 ：Sorry， 唔該你以後唔好再愛，因為我唔係呢啲人。然後即刻將對方列入黑名單。呢個故事由61歲嘅楊玉梅親口講出嚟。楊玉梅1990年香港亞洲小姐季軍，同時奪得最上鏡小姐同完美體態獎，係當年3料得主。曾經一度暫別娛樂圈，轉戰飲食同美容生意，但其後復出幕前，先後簽約 TVB 同邵氏兄弟，演出特技人、10月初5的月光、黑色月光等劇集，入行超過30年，至今仍然活躍幕前。最近佢喺社交平台上載影片，自結演藝生涯入面3度遭遇娛樂圈潛規則嘅黑暗經歷，內容直接毫不修飾，引起網民熱烈討論。第一次發生喺1988年，拍完電影《賭神》之後，有人開出極吸引嘅條件，話如果同佢一齊就會俾女主角機會佢，仲會有更多資源。楊玉梅一口拒絕。第二次係疫情期間，有一個陌生女人打電話來，話有位富商朋友非常仰慕楊玉梅，想約佢食飯。楊玉梅一開始已經拒絕，我唔識佢，我唔出去食飯。對方仲苦口婆心勸她，話疫情期間冇生意，吃一頓飯就能賺到買衫買袋嘅錢，事後要分20%至30%佣金。楊玉梅當下醒覺，咁我就知係咩嚟。但中間人死心不息，過咗1、2日再打嚟，仲直接開出條件，要求楊玉梅食飯後上房等待。楊玉梅再次拒絕，對方仲叫佢自己開價。楊玉梅忍無可忍，怒斥對方，從此將對方列入黑名單。第3次係喺一次飯後卡拉 OK 場合，有一位識咗好耐嘅電影大老闆，經常約一大班人聚會，每次都點名要楊玉梅坐喺佢身邊。因為係公開場合，楊玉梅放低咗戒心，但喺環境昏暗嘅卡拉 OK 房入面，大老闆開始出手試探，由掃背、彈 brother 一路掃到後背。楊玉梅心有餘悸，我成個人好緊張，佢即刻以去廁所為由避開，回來之後直接坐到對面。大老闆見楊玉梅不為所動，知道佢唔係呢啲人，從此再冇佢拍戲。仲有一次，內地一個朋友相約楊玉梅見面，話北京有套大型電視劇想找佢演反派女1號，仲保證有個好獎項。楊玉梅興奮，以為終於遇到有發揮嘅角色，寧願減片酬都肯接。但朋友卻開出條件，話製片人想楊玉梅喺拍攝期間做佢女朋友。楊玉梅試圖妥協，提出將自己2/3嘅片酬分給對方，只要唔做女朋友。但對方直言，你做佢女朋友係交換呢個角色嘅條件。最終楊玉梅過不了自己嗰一關，忍痛推掉呢個大好機會。佢喺影片最後話，如果當年自己唔拒絕呢些機會，今日可能已經係另一個截然不同嘅人。但佢強調自己一點都不後悔，一臉自豪講道，因為呢，我就算得到呢啲機會，我驚我晚晚瞓唔着。入行超過30年，經歷過3次明確嘅誘惑，每一次都選擇拒絕，每一次都因此失去機會。但楊玉梅用幾十年時間換嚟一個能夠安睡嘅良心。網民睇完影片，紛紛大讚楊玉梅有風骨，堅守底線。喺一個充滿誘惑同潛規則嘅行業入面，能夠咁多年都守住自己嘅原則，係需要極大嘅勇氣同自我認知嘅。或者真正嘅成功唔係攞到幾多機會，而係喺面對誘惑嗰一刻，仍然知道自己係誰。你點睇楊玉梅呢種堅持？喺現實環境入面，呢種選擇係咪容易做到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。